安全牌来挑战。不是挑战，那是致敬。你干脆缅怀我好。跳上世界。当年咧台北市的一名几点了哈，托基文的就记啦。一般用的念嘛。台北客家一名港研发挥，按错台电资金，更有新市台北市市长。以后假是讲蔓延迄个过往的时间，唔要这个用啦。三姑娘啊，从啊，心莫开哟，我做各位先生，闹热大擂台，闹热跳下台。啊，今日因为一年一度的过年的特别节目啊，啊，兴奋哈！啊，怎么我按的装了新的舞台呢？哈，哦，当然要呈现全新的面貌，本来咧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欣赏。以外呢，青葱腰哈，青葱腰啊那个小强老师啊，係佢講佢特別看到旁邊吼，係啊，攝影機一走佢走較走唔到，哦，佢今日做希望啲嘅坐到嘅吼，攝影機翕佢較旁邊啊。對，所以今年全新的舞台設計是他設計的。哦，安尼嘛。亞銀苗。這個全新的面貌，可能咧規個感覺都無窮樣哈。無窮樣，啱講係 Q 嘅人。啊 Q 嘅人，哎呀，多帶啲 Q 嘅嚟，你介紹下嚟啦。公家小先生，起司飛先生，羅格利先生，總理先生。淘汰賽比賽規則，參賽者各創一首歌嘅，分數88分以上走得過關，分數冇太多88分強勢淘汰。今日比賽係比乜嘅東西呢？淘汰賽。淘汰賽啊！哦。天意改團。沒有規則都講一下。係咯，嚟有請到葉家雪先生。那是很多壓力鍋比賽，哎呦，壓力鍋淘汰賽。所以他講我注意吼，基本的音準啊、表情啊，吼，還有感情輕鬆的。最後是說猛忘死了。我們主要是要測試你對演出的壓力。所以看壓力你過得了的話，表示接下來你能夠繼續迎接更新的挑戰。哎，第一重要哈，這個階段我覺得重點就在這個地方，好不好？是。好嚟，家家有請 TV 總思純帶來大家來跟一比。來，談下啦啊！很高興通過了鬧熱大擂台的第一關，今天進入第二關。我今天帶來的是輕快的，我很喜歡的一首歌。大家來講一比，希望呢能夠延續上一次的好運，順利過關。今年有年來相會。心意，好朋友也好兄弟，大家來跟一比，跟一比，勇敢一比，人生難得幾回醉，跟一比，再跟一比，傷心事莫提起，神就唱高真歡喜，跟一不貼安。
谢谢。哎，你好。各位主持人好，啊，又见面了哈，哎呀，哇，唐创一条歌，又感觉终于回到个群星会的时间，轻松快乐，因为很开心，而且他的声色哈，很有那种那个时候的那个味道，跟蜜头啦，哎呀，是。那在那个群星会的那一些歌星呐，你有比较喜欢哪一位歌星吗？邓丽君，邓丽君啊，喜欢她的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真的有哎。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人学那个邓丽君的声音非常的像，很甜。我们庄慧茹老师啊，哎，老师来一小段，嘿，嘿嘿。庄老师。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哇哦！在梦里。哎呦，让我按呢按有输啦！哎呦，他是按琼啦！哇，人家和音天使，唱得好还要被骂，你看。那是天后了，天后了。有没有这个荣幸跟老师学习？哦，有机会的话，他不随便教的，他一堂课至少上万块。是哦，拜托了。没有，他准备好上百万等着要付。如果你想上课堂多一点，他可以打折，打对折。不是，你现在是他经纪人，还是打到骨折？好，来，今天带来一条歌，唱到同好，来尝一下欣赏的公平。欢迎叶嘉修老师。嘿，子孙妹妹哈，你真正唱歌唱到亲有个邓丽君的味道，我头先就讲过，你赏仙呐，亲有那个邓丽君的味道。那感觉讲你是平常是说海陆的吗？海陆还是四线海陆啊？海陆，当然出来，因为你讲河流味，所以你的咬字比较外面。然后很自然就碰到就对了死，你就要卷舌进来。所以我还是感觉讲，你在唱其他歌的时候，下次记得嘴巴先张开一点，会感带对，然后把声音呢唱在里面，然后声音就会更软，还好烫。所以光有声线像，还没打。你要把那个唱法，那个甜的味道，本来就有的味道呢，要把它唱得比较厚一点点。阿勇掌会琼，刚刚慧茹老师唱的这样，好不好？好，加油，嘿！谢谢，上了一课，上了一课，是，来这里上课都不用花钱的。对，来，看本书，总思存的分数。容易，我们88分以上就通过了啊！过关就是1分，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好，来回做休息，很仔细哈。好嘞，接下来呢？总群营带来流浪。好了，等过来。今天要唱的歌是神棍乐团的《流浪》。那这首歌是一首少数摇滚结合传统还有客家元素的歌曲，希望今天可以有好的表现。留下孤单的最爱，不免爱着
such a lovely feel. Show me what is this not to you. My life's like a purple hair, in passing through the gate, held by its shape.傅威你好，哎，威姐你好。不是，我想说，哎，怎么傅威怎么跑到我们客家电视台来参加歌唱比赛嘞？哎，而且我听过那个傅威姐唱过客家歌，哎，真的吗？真的啊，真的啊，那侧面真的超像的。哎，好像就是年轻的傅威啊，呢。对呀，你可以走这路线。可以。哇，刚刚加唐吉唱那条歌，尤其个后边个。不是他唱到那个打板流三摸，好像没有这个哈。哦，他那个转音怎么这么厉害啊？对啊，你会不会再转一次给我们听？可以吗？就那一小段。转一下。是啊，恋，怎那真思念，打扮那流色梦。我很转。哎呦，我的那个用嗓皮都练不会的。哇，这个是原本就是这样转，还是你自己重新把它？我自己就是这样唱的。哦，这是乐团当主唱嘛。哦，我知道你很喜欢一个乐团叫神棍乐团。对，就是他们的歌。哦，那你唱这首歌，你有一个罩门，对不对？罩门呢？那个罩门就是，歌词比较难啊。对。哎，其他个上仙也感觉，我们懂唱徐世慧老师那种，那个味道有哎。对啊。有哎，来徐世慧老师。新颖哈，其实哈，耶稣歌啊，真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爱。可能我唱摇滚乐的关系，所以我当我讲耶稣歌的感觉，所以讲。其实还蛮可是我已经跳起来了，好，只是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摇滚歌手，就还有感觉讲人外形跟你在唱这首歌应该要有的那种再疯狂一点。你可以，还知道你做的不用他可能疯狂一点。摇滚风哈，要这种东西，我会希望他能够真的带到了摇滚风，因为哈嘎狗哈带摇滚风真的不是那么的让人家觉得好像我们客家人习惯。很含蓄，所以既然要摇滚，就不要放过这样的气势，爱吃豆啦，哈。因为我很喜欢你的声线，如果是正常的嗓音，没法给他嗓会较尖、较优。可唔讲雅嘅嗓是很特别的，就是真的很具备摇滚歌手应该有的烟嗓音，这个实在太漂亮了。所以其实你唱亚苏歌，包括刚刚罗哥讲的转音，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标准摇滚歌手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所以我吃这种大家都清后所以讲咬丝的部分当然就会讲哈，你可以再放大一点，好，因为你嘴型比较小，所以我会希望你在咬丝的部分看它有一点比较再清楚一点。好，可能冇标准的部分因为也还淘汰赛，
好啊，後尾可能喺講比如高管的話，後尾有動到還有動到比賽的場次，所以可能歐高在更認真的練習，在咬字上面哈。那你的沉穩度啊，如果遇到這種歌，我希望你能夠真嘅表現出英國搖滾風的風格，這樣 OK 哈。謝謝。阿公要補充，阿公補充。你今天給我的感覺就是聽起來，你今天選的調就很奇怪，正好在你最尷尬的地方，因為低音不夠低，高音不夠高。像剛剛流浪啊那個地方，你情緒沒有出來，原因恐怕就是可能你 key 太低了，你高音爆發不出來。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的話，請那個老師升半音，你再試一下，就是也許。你就把它唱出來嘛，讓人家知道你實力多少。因為好，預備來。流浪啊，心情夢已愛他。動作。世界安排你了永恆。流浪啊，錯的再來改它，愛馬殺，讓愛給秒一輩子流浪。謝謝小康老師，嘿，你幹嘛走音呢？有沒有感覺是不一樣吧？因為我是覺得啦，除了剛剛智慧老師講的太保守了，對，所以整個的感覺，比如說 rap 的地方，你就急着要把它唱完，所以這個都很可惜的哈。所以今天壓力鍋，我給你的分數不會太高，因為你沒有經過這個壓力，就是下次你要挑戰自己的壓力，好不好？好，我相期待你有更高的表現，好不好？謝謝。沒有別人教我講什麼話。對，那還要看。他主要是要先消毒一下。消毒一下。好。啊，來先看一下分數好嘛，來。總巡演的分數。恭喜，好，加油，繼續加油。好，好，來回座休息啊。好嘞，接下來。翻強軍演帶來韓歌。好，來彈看啦。嗨，大家好，我是來自法聯的范江冠英。這次很高興第二次來到鬧熱打擂台這個舞台。上次呢，接受老師一些指教及建議，指出我在拍子上有些問題，所以呢，這次我選了一首中版的歌，希望能夠穩紮穩打，順利打進下一關。謝謝。韓國吧，細凝的幾道閘，韓國樹下走了幾路人家，韓細地了高松高下，唔知道你有幾多年，韓國細路變得為人不淑。韓國天橋青蔥無人照顧，韓細地了高呀高處，幾多春夏秋冬，比個東亞西亞比個天地。比你安求多了米嘞愛安的，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裡去，行起路不卡最上會轉移。比個東亞西亞都是個個米，比你安遠多了米嘞愛安的。不管行呀到哪裡，我卡永遠的心土裡。不管行呀到哪裡，我卡永遠的心土裡。大家好，韓金姐，你好，哇，出頭一拜這一季的這些參賽歌手真的好棒哦。哎，你會偷下暑歌哎？
因为上次有被老师指教说唱快歌会敢拍，所以你上次海选是选快歌，对，所以今天想要打个安全牌。哦，你看这个抒情歌曲唱起来多有味道啊！淡淡的，好像风在那边徐徐吹来吹去。哇，然后点一根雪茄，喝一杯 whisky 红酒啊。你翻白眼干嘛？成仙了。懂有咪头，我唱一下罗国立老师好吗？罗伟老师。两个嗓音本人的感觉非常有画面，所以讲你是一个嘉秀老师讲的，你是一个说唱歌手，好，说唱歌手改个本身的那个条件啊方向，所以讲听你的声音就非常有故事，好，两个嗓音然后讲。个故事在那边啊，去给它想，这种叫说唱歌手啊。你把这个实力保存起来，然后你要盖进的空间，如果你的音准，两个音准哈，有真的有很妙个哈，每一个尾音的音准，甚至在乐句的中间的字，你随时都有可能音准会跑掉，好多地方啦。好，音准很重要，这是基本功，你一定要做好。冇办法，国外本身的条件既然好。唱国这说服力这么强，但是你音准不够，那你还是某号啊，可能还是会很可能随时又出局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音准哈，加油加油。好，来看看光慧老师。对，给你个建议，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是音准，那怎么去克服？其实你唱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有的共鸣都是往前，当你想放轻一点，想要说的时候，你会往后。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到高音的时候，你其实是应该往上的。而你如果还是往前，像你那个，高雄高爱，你就上不去了。然后有一些是会高爱，然后就偏高，那一整句就偏高，一直到最后面，不管横都好，都奈有没有？不是横都奈，你如果往前，音准就会差一点。横都奈，把它往上面。共鸣稍微往上想一下，你那个假音就上去了。这个可能是一个诀窍，你回去试试看。当你要转假音的时候，你就把共鸣往上，不要只是往前。好，用想象意念告诉自己是往上，不要往前。你的声音的往前冲的那个亮度会再回来一点，会更温暖。然后你在高音的时候又能够上得去，又能够舒服，试试看。好，来看一下粉丝哈，来。翻讲公民的粉丝。所有人都打安全牌，就选你的来挑战。不是挑战，那致敬。他人还在这里，要致敬。你干脆缅怀我好了。你的偶像是诸葛亮呀？偶像是费玉清，请叫我费太太。哦，请叫他费太太。来看一下分数哈，来。翻讲观影的分数。哦，好险哦！多过关了，一时时的咯。哎呀，加油加油！严重的部分啊哈，这个专一张研究一下，好不好？好，按这些，好来回做休息。哦，杀了。东南带来客家真情。好的，弹过啦。我今天要演唱的曲目是《客家真情》。这首歌我个人非常的喜爱，我许多客家的朋友都非常和蔼可亲，就如同歌词里面讲的，不分族群，一视同仁。希望能将这份客家真情献给大众，谢谢。不分族群。
哎，你好，你好啊！哎呀，董兰姐，董兰姐，你好，哎，你麦克风，嘿，你麦克风。哎，请问呀，你个偶像是诸葛亮呀？费玉清，请叫我费太太。啊？我的偶像是费玉清。哦，请叫他费太太。你也是费迷就对了。是的。哦，哇，你这个也是，人家懂得你会哈韩有嘛？哇，宋仲基，你就啊，我是宋太太。我是费太太。费太太，好时髦哦。欣赏小哥欣赏多久了？对。从我知道有他，我就喜欢他的歌。那他这一次演唱会，你买几张票啊？没有。费太太不用啦，费太太不用票就可以进去了。直接到后台哈。对，有工作证，帮忙工作。你去开，我来买你的。我一进去听。你又不是罗太太。我不是罗太太，我是费太太。费太太。从一而终。哦，费太太来支持罗先生的那个。是的。哦，费太太啊，好嘞。唐一汉。费太太给你冲动用版。诗慧老师，因为你唱的十平八稳的，所以说实在的，我今天亚述国外真给要挑你的毛病也没有太多可以挑了，哈啊，基本上哈，不过呢就会讲，我一直觉得你的重心放得太上面。所以有上次从到刚才谈到有几样的不分族群一视同仁，就在此上镜的时间，然后就会因为你的重心太高，所以他因为要拉上去，给我来上一些关系，所以你会冲过头，所以你的 pitch 稍微掉了一点，稍微往上冲了。不分族群一视同仁，就在此上镜。基本上啊，会希望讲按说的歌应该然后把你的重心往下，应该说是特殊国人唱歌，基本上你要注意到你的重心不要调到腰部以上，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希望讲你在唱歌的时间，按说的歌应该你今天就表现得真的非常好，好，真的非常好。所以讲希望讲下一摆迄个你入今边迄有歌管的方，我就希望讲你试试看，吃看呢有没有可能往下沉。OK， 我们试试看，我们努力一下，好不好 ？OK， 谢谢。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你的共鸣的问题，因为你的共鸣比较高，嘿，但是你的共鸣在唱低音的时候是很好的。如果你的共鸣在唱低音的时候再往下降，你可能就会不够高。所以你只要记得，但是因为你的共鸣比较高，所以当你在唱到秋菜的时候，你千万要拉住。你只要知道，只要你要唱高音的时候，不要任由你的共鸣去往上唱，就是你平常的时候用你这样的共鸣 OK， 可是当你要唱高音的时候，记得要把它 hold 稳，你要把那个声音稍微往下拉一点，回到平面就可以了，这样子就会很好。那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你那个圆都黑，我觉得唱得非常好，很多人都把它唱成一条线，可是你的那个唱的点唱得很好，我觉得这点是很棒的。谢谢。好，安子 say 哈，安子 say， 好，来大家就看本书了。懂哪个本书？冇問題，各位恭喜！好嚟，去做測試哈，謝謝哈。好嚟，接下來呢？齊勝偉帶來還有什麼安獎？好嚟，談個啦。很高興我上一次能夠幸運的過關斬將，能夠晉級，這一次才有這個機會來第二次，那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努力到底。謝謝各位。
你是杨培安，那个用意啊？没有啊，唱偶像的歌。哎，偶像是嘛？你这根本就是给我难看嘛，对吗？牛哥，对的哈，来一下刚刚那个，那个 key 太高了啦，要我的命了。要跳歌的哈，刚刚请教了小康老师嘛。我平常外面演唱的时候，我就是让自己轻松一点，我就降个半 key， 唱 E 麦。好，那我的卡啦 CD 是 F 麦，他唱什么？他唱 G 麦。而且他刚刚最后面还飙高音。对啊。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搞不好等你唱 D 麦，我跟你讲。因为前面都先用光了。回去唱 C 麦。啊 ，C 麦对你来讲太低。不过刚刚你可不可以唱那条歌有另外一种不同风味了？但是觉得对你来讲没什么挑战。一条歌讲真的。保守。哦。哎，今天所有人都打安全牌，先以过关为主。这样很好啊。对呀。就选你的来挑战。不是挑战，是致敬。他人还在这里，要致敬。还是你干脆缅怀我好。我们怀念你。来，谈一下公平的。来，郭丽老师。很欣赏了，搞为你个人办一个演唱会好不好？来，小刚老师配合一下，就他刚刚那个 key G 麦哈，然后把他的伴奏用那个就是像我上次那个演唱会那个，然后你就照你刚刚那个唱法。我上次演唱会是那个试看哈，给你一个30秒的演唱会，好来，30秒演唱会。算了，开玩笑，其实我很期待你。算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杀鸡何必用牛刀呢？对不对？哎呀，你中国实力暗后，你就来用来冲一个很普通的 C 麦讲跳大上来嘛哈。当然啦，如果刚刚的改成这样子，分数会很高，不一样，完全适合他的声音嘛。C 麦讲这首歌是上一季。那个冠军，他也改编了，他用非常爵士、非常灵魂的声音唱，几乎满分。是好，在这里我就给每一位参赛者一个建议，就是想法，唱歌很重要。别人唱得好，模仿是学习的开始。那你要真正用你自己的声音去唱的时候，就是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唱，用你自己的创意去唱。那当然这是需要长时间训练跟练习啦。那 boss 要个设立一步步的稳扎稳打，好，知道自己强项在哪里，就往那个强项去走。任何歌就可以这样玩，好不好？加油加油！谢谢。好，哎，张慧茹老师，一个建议，其实你唱第一句的时候，你唱那个秋秋，我就知道你这个对你来讲一点都不高。果然你有预备了后面那个表现的东西。对，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第一遍都很沉稳，但是第二遍你可能快要唱完的时候，你准备要唱那个飙高音，你心里已经开始准备，所以你在那个的前两三句就开始抢拍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沉稳度，你可以再加强。你准备要唱后面，但是你前面还是要稳扎稳打。建议你们回去可以听着节拍器练习，让自己很习惯那个节奏，在你们的心里面会更好。加油！好，来看一下分数哦，来。请VF分数。40分。希望这个下摆有冇开始创个较简单的歌，你可这个有冇想法冇？哎呀，邓先生讲的哈，
哎呀，反正他有求必应，哎。你们土地鼓励。你这里拜一下对不？哎，这拿兄弟拜没做的。喂，要带礼物吗？香就好，不用礼物。带4果就好，带4果。好了，恭喜恭喜，好，回到休息，好，我来试下来。刘淑萍带来有相机。来，弹过来。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今日带录音师有相机。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喜欢耶稣歌的，虽然佢已經當路咧，希望我今日也做得順利過關。風吹花盆跌落地，將千水提起，鬧個交情地下潮，今日老人該強記，夜來人唱訴故事。你好，你好，淑萍姐。淑萍姐咧，安尼节目当中的常客。常客哈。常客哈。有看有啊。你们都比多拜，传统组了。哎。那有可能。流行组100。之前100。我传统组。传统组啦，哈。流行组第100，哈。你上完传统组，变到第几多名啊？唔记得。季冠。季冠军呢？哦，所以按讲，其实唱緊呢黃宇軒用誒，對，希望哇冠軍愛流行歌比賽有冠軍，雙冠軍，冇啦，有啦，係啦，有啦，對這個有信心嘛？有啦，前面全部都唱到暗號，又暗後生。哎呦，節目沒有，什麼現場喺度全部有廣告咯，沒有說過哈，沒後生唔後生嘅問題哦。真的，哎呀，節目冇咁講後生人來比就開有養面膜啊，沒有，沒有這一回事。本身自己的實力，這個謠言止於智者。來，安尼談一下公平來。好，葉老師。壓力的比賽是要講究你對於一個歌唱出來的時候，你對自己身體的掌控嘛。所以，因為是在講淑萍，你喊啊，你做到喊啊後，因為我是覺得你都。母語了就不錯了，可是你的第一句真的不好，你自己都知道，對不對？風吹，馬上就覺得卡到，聲音不夠低，跟你的習慣不一樣。風吹花盆跌落地。各位來比賽的時候呢，你們只做一個小小的事情，因為你們要面對比賽，就要讓自己在一個最平常的心態就好了，所以把呼吸調整。嘿，人家小康老師做那麼漂亮前奏，你就把那個前奏當成歌來唱，這個是我從以前開始就這樣，所以在錄音室裡面也要這樣子，就是你反正聽到旋律就要把它當成是在唱歌，然後呢調整自己的身體，然後就可以了，好，做得嘛，好，淑萍，我是覺得你因為創作親厚，而且經驗也夠，所以我希望你再加油，再加油，然後做其他人的榜樣，好不好？好，加油！謝謝。好，按姿勢，好，來看分數。劉淑萍嘅分數。
问题，60分过关。安全的哈。安全，安全。表情好像不太愿意，90分。我们先拿到1张门票，然后你的意思姐好好改编，某一天冠军就是你。哎呀，亲烈啦！亲烈，加油加油哈！哎，某一拜拜没做对，哎呀，啊，一拜拜，拜拜有用啊。其实比赛也是靠运气哦。哦，是哦。这样讲，嘿，搞不好别人唱错，他唱正常，他就赢了。用中文来嘞，不是都会有这种情形嘛，对不对？哈。我上次就遇到一个比赛，哎，我上次就遇到一个比赛，有自己带卡拉的，对，自己带乐队的，自己带舞群，自己带和声的，就每个歌手浑身解数，最后第1名是自己带便当的。因为那天大家食物中毒都拉肚子，自己带便当第1名。这是他的运气，因为要拜一下。你是自己掰的吧？这真的假的？真的。所以以后记得自己带便当啊。那个带便当的是你自己。好了，恭喜啊！来回座休息哈，好来撒下来。苏谢峰带来2公婆。哎呀，来躺开了。后上世界。呢台北市的移民几点了哈？是。台北都往托有嘛基文的就记啦。一般用的念嘛。台北客家移民感言发挥，按错台电资金，更有心思，特别是市长。念多安好，以后假是讲蔓延迄个过往的时间，唔要做嚟念。今日又来到闹热大擂台这个节目，今日要挑战的歌曲是《2公婆》，希望今日会过关。俏皮哦，你好，好俏皮哦，真的有意思哈。我爱你，你爱我。对，安呀啊，已经有公婆的人哈。过来冲过来是。不用做啊，那种果子做方啊，床头吵，床尾做。我要晒奶。哎呀，跟地府考对娘老公用的晒奶嘛。老公，我没啦。好啦，徐世慧老师，小朋友，今比我知道今比比赛人来呀，总共7位，好，7位，我知道今比你表现的挺好的一位，好，我觉得你今天表现的非常非常好，我知道因为哈，我就会应该来讲啦哈，大家就讲好争取到海选的机会，来到人家舞台，然后有一个这么好的乐团来让我为你演奏。我希望大家就去到遐个舞台当中，做迄种享受，哈，
当然讲比赛嘛，总系会紧张。啊，毋过今比73礼拜来看到切无紧张的人就系那些方式，哈。因为一开始音乐下去，其实最重要的，刚刚嘉修老师已经讲很多遍了，前奏下去就是要享受了，唔系那个糖果的欣赏听，身体细胞全部都要跟着动。这是我觉得你做的最好的地方，好啊，所以今比耶稣各位其实我本当高分，我希望讲本一种鼓励的心者讲，不是因为你今天比赛，然后因为觉得比赛我应该要把自己调到最好的那个最好的感觉之外呢，你去甲行喺向书都安尼舞台本来清好的感觉。啊，毋过呢，就是讲有只建议的地方，吼，来知道效果，来爱爱个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你情绪可以再调高一点。我觉得你那个地方比较可惜，所以讲整体来讲很享受，不过层次不够。要懂我爱你呀，你要爱我，张黑云就个亮公头。我们在层次上面，你再可以让它拉高一点的地方，你给我来它狗的位，你放的轻松的地方，你就很轻松，像刚刚你这样唱就好。可是该高的时候，我发现你又不够，我有觉得你的眼神在发呆，这是比较本来刚高的，突然之间出现那个瑕疵，懂大宋。好啊，希望你再试试看，再调整一下，真的很棒，很棒，谢谢雪芳姐，安之生，安之生，好哇，看多棒的，快拿本书好吗？首先放个本书。谢谢。哇哦！棒！恭喜恭喜！哇！有幸福呢！哇，真的太厉害太厉害！加油加油，好吗？谢谢。好，加油！恭喜你恭喜你！可以做休息哈。好，呀，迄个传统组的比赛哈，上礼拜海线结束咧，嘿，所以下礼拜开始淘汰赛，高压淘汰赛，高压，哇，高压，一般高压是在灌那个轮胎才高压，就把他们当做轮胎来灌啊，对。好了，比赛之前先介绍下你比赛比赛来。李秋霞先生，罗英先生，张永平先生，汪宇智先生。好，先生介绍一下按先来本来咧小朋友的一个表现的技糖果今日来到一位小可爱，懂会唱歌的，懂会唱嘿哦，还是唔是糖果技唱？哎呀，但係相信俺的朋友们同款啊，佢一会唱的，加世家有渊源的，因为阿公阿爸都传下来就懂会唱。真嘅喏，就对安尼三太跳的歌，你没有听过小可爱唱过？小可爱没有听过。好，今天就到唐款的事哦，分享赖燕婷带来露三歌。好来唐款啦啊！
小妹妹，燕婷，系啊，你今年几多岁？14。14岁，国中几多年生？2年生。2年生。哦。佢阿娘傳統歌、客家歌學嘅幾多年咧？從國小就學。國小幾多年開始學？3、4年生。3、4年生就開始學到呀嚇。14歲啊。很強哦，家下真係一衝啊起來吼，佢安尼欣賞啦，安尼所有嘅嘅潛水朋友全部都嚇到啊。對啊，然後一嘴型全部那個我讀那個唇語，好假在演參賽者。衝到好冇？好吼，係啊，另外個經紀人哦，佢要客家人，佢聽咗哎呦。哇，這小女生唱我起雞皮疙瘩呢。對，有如好像放 CD 出來的一樣，原音重現的感覺。哇，因為慢音高那種。賴老師。賴先生啊。啊，賴老師啊。哦。你得意門生啊。哇，賴先生嚟唱高一下，要聲音呢。哇，因為按上高按呢，高到按好。咪其實，因為加工啊，哈，就特別愛的那個大擂台大鑼鼓嘅下巴鼓啦，對，哎呀，佢一出嚟哈，從歐亞家開始啊，哈，佢都帶來一個香港版圖行啊，所以呢，細細就彈關嘅，彈關嘅嘢哈，可是6歲開始幼稚園噶，可是現在都開始摸啊摸啦，現在真是所有唱嘅話都小學嘅開始啦，但是也呢哈，所唱高中，特別唱高中嘅，因為台灣戲劇學院也去讀音樂課啦。所以呢，我相信呢，嚇，因為佢從細魯木蘭啊，應該就講要按呢個呢。其實佢還唔單止按呢天天嘅。當然呢，台北市嘅一名基點啦，嚇。台北都往讀有冇基文呢就記啦。基文呢？基文係嘛？念基文，對，係記台北。基文一般用嘅音咯。可以來一小段。為中華民國100年10月12日世此感恩，9月12日至2生，恭為台北客家一名感言發揮，按錯太點致敬，更有心事台北市市長。念多安好，以後嗰時講慢嘢，嗰個過往嘅時間，唔係做嚟念。移民國，中華民國。我豬粉嘛？阿公要來呢？係啊，阿公要來啊！阿邦哥，係啊，哇，很久冇見啊！阿公好。阿公唔係叫開始搞基嘅，其實講小學2歲。我一送我，10年我做娃娃車送電去高校辦唱歌嘅。到香港辦時間呢，要台單歌，看我啲演奏時間要樸素。誒，韓國人都樸素，他有個耳濡目染哦，慢慢啲安尼心動感受以後，慢慢就聽下就向下來呢。哇，真係真係有一種環境哈。對呀。係啊，你看培養出來嘅聲音呢，都冇功用，都冇功用。你的童年都是衝山歌，太好了。阿公多巧，安尼客家有希望了，係啊。本來就一樣啦，因為阿公級嘅咩嗬，也做傳承啦。是傳承。即係後生嘅來去就咁出啦。冇講攞種喺老人家嗰啲嘢做唔得，應該慢慢去培養後生人出嚟。安尼客家文化就慢慢會發揚，發揚光大。是。安子生呢？安子生咯，哎呀，多謝。哎呀，這我們客家以後未來的希望就靠你啦，好嘛？好。啊，嚟看一下分數，看下。看下。衝到很多啊！看啊。看有分數有超過嘅3000元嘅獎金冇？好，走，3000塊獎學金，好嘛？這個嚟講應該100分嚟啦，100分一定滿分。可能那個表演憋起嚟。唔啲啊，來看一下分數嚟。來，燕婷的分數。96分啊！恭喜你拿到3000元的獎金啊！恭喜楊怡婷！恭喜哈！獎金拿到幹嘛？吃飯。吃飯？你平常冇飯食呀？有啊。吃泰川。
哦，带阿公去吃好食的好的料理啊，好嘛？哈，有孝顺呢。系啊，都来那节目啊，唱歌问他个他，唱歌很好嘛，好，安子谢哈，谢谢，好，恭喜你。好来，你回做休息哈。哇，真的係董事看到謝啊妹啊，謝你的他唱歌非常大將之風大將之風，對啊，是不得了不得了。好，安尼看到謝朋友嘅精彩表演以後呢，就比賽嚟咯，接落進行今日比賽。比賽之前先講下評分嘅標準啊。今日有請到李秋霞先生。來，係聽上嘅歌題咧，我咧，緊張嘅來咯，加安尼阿鳳老開講嘅，根本嘅係乜嘅？歌阿要淘汰賽，哦，所以今日比較就較緊張。安尼7位置不到，要淘汰嘛啥？唔知即看到即個表現啦。有咩表現？記得3個半嘛，4級8節咬絲，我唔記得歌詞，彎起轉潤兩方面都要多注意。還有雙飛你都會缺點，先生老嘅講過嘅，唔要鬼節目。今日你就好好嘅呈現咯，加油！好，加油加油！好，有請 TV 長者朋友，真會強帶來平板。來彈啦！我今輩去唱迄平板哦，啊了平板啊要練到藝術嘅吼，連水母啊都比過點來練哦，今練到水體咯，相信你後擺要強強做得過關。好，老师好，各位老师好，真的，还有观众朋友啊，好，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哦，还有他可以通过我鸟人呀，不会啦，那个音色那个声线真的，唔会紧张的啦吼，经过松柏海选，有好好调的嘞，较好调，但是也素还阴惨啊。唔好装的惨，没有，我觉得客气了，客气了。冲3個可以冲到衰退的就可以。冲3個冲到衰退，最轻松最自在就可以。冲啊衰退。衰退了，哎呦。屁股남定嚟衰。屁股남定嚟衰。冲啦。一高拖天狗。冲到衰退。你可以下二蛇冇，我衰退啊。用你咯，做乜我衰氣咯？咩做衰木噶嚇都能夠冲啦。就比肯定緊衝啊，衝到衰退咗。那是安眠藥師咧，愛因衝啊。唔會啊，係衝過衝係做衰退嚟啊。我是有一擺坐飛機啊，係啊，從松山機場去個呢，馬祖。哦。馬祖，然後坐12人的飛機。小飛機。12人的，然後我還坐在最後一排中間的位置，我就可以看到那個正駕駛、副駕駛2個人，他沒有門哦，沒有門，哎。我就看着，然後飛到空中以後，那個小飛機很不穩嘛，哎，哦，還冒煙吶，
冒烟，原来是那个云有没有？从细缝里面跑进来，你就觉得里面是腾云驾雾，就开始了，我就开始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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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念了多久，念到我最后睡着。你是被吓到睡着？吓到睡着。跟银行那等云讲哦，腾云驾雾，周贤你们。几百个真的吓到。好来，谈一下先生的贡品啊。好，有请到李秋霞先生。你梅腔吼，你上光老师发非常非常盘清亮哦，你还你油点铁点哈。不过我是不你在建议哦，你冲了洗掉。平板冲了洗掉，你上表示你上真好。不过我因为讲你喺光泽点嚟讲，你嘅柔软度会更加好，软度哦。所以你加冲嘅时候，我就感觉一变出嚟上，我出嚟很硬掉掉嘅，哦。有限时间冲散歌啦，冲散那个，冲散了，你这个装饰音你也冇做到，你冲散了，你散了是很硬掉。冲散了一个，散跟了，加到一装饰音，加到一把火糖。冲散了个那，人生就空咯，人生来，加到一把火糖哈。行下搖派啊。哎哈，錯啦，唔是，哎有啦，唔是，哈唔是，你嚟飲多少？冇乜個標準嘅鹽，係要超過落嘅時，可能而家鹽果嘛，要變個太鹹而已。所以我感覺咧，後邊是多少上油，多少辣嘅，嗬。係命中天要強壯啊！健康快樂多啲幾隻蔬菜，希望你下回喺能夠創嘅時節，你感覺我上油啱果冇要緊，唔過我希望你講咗鹽嚟創，你喺表現會更加好。來，加油！好，加油加油！好，加油！看本書，來，全部同一本書。落不了。这一年你咩懂有礼貌啊？九一年的周一年那个留下哈。大家好，第一天来还觉得还蛮有礼貌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开始烦了。但是这小孩子说的还不错，我应该跟他回一个礼，这样。窗户打开，嘿，你好，这样。好，加看本书，来，陈伟强一本书。哎呦，分数很高呢！哎呦，是呀，恭喜呀，谢谢很强啊！因为我们第是按出来唱歌，比赛是对老眼大雷。第一摆出来经验就稍微啊。第一摆出来经验，全部题都开一丢哎。比赛是对老眼大雷的。哎呀，哇，你真的强呢！一般人讲哦，接出去都不会比身经百战。对呀。长得都按压到节目，第一摆都佛都天师腿嘞。可是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体路卡。MP 骨练从国样落的呀，系啊。MP 骨係最強一樣，最樣的。最近較寒啦，係啦，好來恭喜啦哈，恭喜，好，會做休息，哈，安住先，加油啊哈！謝謝。好嚟殺下來。羅風飛帶來動馬跳。好嚟，等下啦。我今天愛唱嘅係小跳杜馬跳，呢條歌吼係新團嘅動員。其實吼，我因為有準備啦。產部哦，同公園哦，緊行是緊唱，希望我今邊吼是得同第一擺空用，拿到高分過關，羅拉大家。
他家全部冲到暗号啊呢，哎。哦，拿出实力了。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尤其俺罗凤妍前辈唱歌啊。唱。你后面有一大票红衫军在看着你啊！人情兔情的哈，哎呀，我命的凶相的哈。俺个讲真劲哦，董伟聪哦。咩呢？冇买新形容的喏哈。迄咩因为师傅掉较太，所以较不创啊。一冇买关系。冇关系啦，哈。啊。你也有关系啦。有关系啦，较稳。咁今要 M 得比，今要 M 得比嗰度學唱歌嘅。冇呢。冇啊。我都去公園。公園。你 M 公園 M 都比過。邊行邊唱，人家永遠看到個，哎呦，那個在幹什麼？哦。那個在幹什麼？衝國語啊？沒有啊，因為他們聽不懂。哦，不是客家人。對，對。哦，但是佢要彈到個旋律，我們想過一直做。沒有，他一進看好像，這個不曉得有沒有問題哈？要不要找警察？你睇做了公園狗子。我都不笑唔怪啊。因為我嘅附近哈，就是味道中學。味道中學剛好放學。我就不管啦，就見行子見所以佢比客家人較少啦。學生嘅較多。對，難怪他甲我耳面講啲做乜嘅。好，嚟睇一下先生嘅講評啊，嚟。有請羅盈盈先生。好，羅太姐吼，今邊從你小調歌曲，一般係講吼，從到你首歌曲嘅時候，大家就會想講啊，該上任聽出很細、很清亮、很柔吼。不過我哋定義係要讓到人係樣板本身嘅。上映出係有點沙啞的聲音，但是沒很明顯哈。所以從兩首歌曲彈起來呢，是這個力道動肉，哈，覺得你的力氣各方面哈都非常的有。所以呢，你大家都動台上，哈，因為整首都很大聲，所以給人民來表達到非常的實在哈。不過按樣應該重翻，唔係唔好哦，就講係講走得再把它的韻味大小聲哈，把它做得更細緻一點。兩首歌曲本一重起來，就走得就起價嘅提升，哈，莫講從小條上映出去聽，動很細呀，動柔摸哈，個人的特色還是很重要，從得好就好哈。不過呢，人我本一得建議就係講，你從個人嘅世界，來上去嘅世界哈，你係唔挑戰用嘅戲用聽到，所以書嘅世界呢，就聽起來音準有一點點危險哈。譬如講天意斷嘅天意記哈，柳樹處心入下來。好，你還記得這一句的音高就要小心，因為聽起來就好像有一點點怕怕的。柳樹處心嘛。所以你要可以做調整，不應該建議。整體來說還是很好的，謝謝。謝謝老師。不怕啦，怕什麼？講後台啊，衝下嚟對吧？好，看分數了。好，羅鳳飛分數。謝謝老師。過關，叫4分。恭喜哈！嚟回做消息哈，看姿勢。殺下來。替生命帶來一有情。哇！條咩好聽，來聽下啦。禮拜來鬧嘅大擂台唱嘅歌係一有情，兩一有情係是同北京人唱歌知道以後彈，所以我手拳是來練兩條一有情，希望兩首歌啊做得到好嘅成績。
來呀呀扮演那。係。阿明哥，你好。哎呀，有乜好緊張咯？哎呀，放輕鬆，對呀。冇配熟啦，係嘛？係啊，練一道拜一條歌誒。要加減練啊！加減練，啊要安尼印練啊，你冇？食飯也練，水磨也練，細神也練。單止練歌誒咯，已經開始咧做表演咯，做演出咯。哎呦，做乜嘅演出？今年接了蠻多場的尾牙跟春酒，對不對？真係假？真緊啊！所以我記下錯冇食到啊。啊，你去做米亞的表演哦？係啊。迄乜嘅？迄有咩上嘅啲節目本人看到啊？社團嘅邀請，去一些表演。去那地方？就是地方性的啦。地方性的，你的米亞呢？一些公司、公司機構、市政府啊，還有客家一些團體。那很棒誒。係義務性的表演呀嘛個？就是有邀請，有一些酬勞。有一些酬勞哦，不錯哦。那你那一些團體的朋友，今天如果看到你的表現，會叫你退出嗎？可能會，可能會。沒有那麼現實的嘛，對不對？人總是會有時候會有一些失常的時候啊，是嗎？對呀。今天比較例外啦，啊，今天比較例外一點。對呀，這校長，像這個如果在你團體裡面會變怎麼樣啊？校長，你不要再笑了。唔會啦，係啦，因為任何人都會中央啦，哈。我要馬式前台是給人哋嘅機會啦。其實根本嘅事實上創嘅東西，其實係有準備來啦。基本嚟頭參創嘅第一節創得非常好。但是天意參與呢度可能愛對佢一條歌嘅，來較進一步嘅來讓嘅來創比較好，結果突然間他斷天啦，腦袋一片空白。我有，跟像個啉酒一樣啊，啉多了斷片，有嗎？斷片，然後你第二天問他說，你昨天怎樣怎樣？有嗎？沒有。是嗎？我昨天有講這個話嗎？斷片。斷片。只要再唱的話，我想應該大概就可以。可惜沒有大，擔心沒有機會。基本上，因為市場唱也給安尼一條條嘅嗬，佢也有很好的詮釋啦。係。大爽哈，真的大爽。有較可惜的喂。哎呀，真的，安子 C 哈，好嘞，歡迎下兩個本書，好。係生命嘅本書。
也其实是签死投胎，丁丁。对。哎，虽然无到88分，但是安尼节目很签死投胎，都后背安尼投胎赛比的，先生到某个研究考虑哎，有可能感觉啊，那个样式一下检查，丁丁嘿啊，所以有可能会问转了哟。哦，有，抱持希望，你在泡屎鸟对吧？好啦啊，好，先签死投胎哈，谢谢，好嘞，为做休息。好，杀下来。陈立法带的3个字。谈看了。大家好，我喜欢唱客家歌，这一首歌我练得很熟了，希望我唱完了像上次一样顺利过关。嗨，阿法阿姨你好，丽法阿姨，哎，你好，好，两个主持人好，还有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对呀，好有礼貌呢，真的嘿呀，哦，因为你声音那么懂有礼貌啊，因为你的周音你那个楼下哈，那个公寓房子啊，大天下午差不多4点人之类，大家好。大家好，哎呦，啊有礼貌做嘛个啦？4楼的婚姻搞都躺到的，奇怪呀，当然就系来喊个大家好，大家好，声音呢，这当一段的吵音，从门打开来看呢，哎，第3天又来了，大家好，大家好，哎，这，第1天来还觉得还蛮有礼貌的，第2天、第3天、第4天开始烦了。但是哎，这小孩子真的还不错。哎呀，每天来这里跟大家好，我应该跟他回个礼，这样。窗户打开，嘿，你好，这样。你神经病啊！我是在叫你们楼下那个戴家豪啦。立法阿姨以为是鸟。以为是莺歌鸟。莺歌鸟啊。莺歌。大家好，大家好。哦，阿姨。这没有黄色哦，这没有颜色哦，这不能剪掉哦。哎，你很怕被剪掉呢哈。每一次都把我讲的都剪掉。嘿呀。嘿呀。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哈。赖老师。从是给印创3个字啊。可能印创啊吼，人个印强啊你嘛，人戏啊印来印唔顺啊。前面啊吼上半段啊吼，很顺一平顺啊，都迄位锣鼓人人家有冇？可是就啊个落鼓家就有啲強嘅啦，嚇。然後你唱到後尾有冇？做康甚至當然講家，人戲檔唔順嘅了，就像啊吼，強到變到上邊睇嚟啊，人戲啊吼冇跳遠啊。
吼，一定要长条多面的吼，因为上水稀纯嘛。然后呢，稀的党油呢发上涨不软啊。好，所以讲呢，从到后背做起甚至有党油国家，尤其见面噶吼，个上啊就党无完整，党无原有的啦。我以为呢，七七叉叉上出来，所以呢一稀啊吼，其实上来唱歌的唔是去讲到安的啦。所以保持面前的嗰種。冇演唱到後背，我結束了，啊，所以因為演講，所以上得變態啦。我也就講，人戲嘅調皮啊，嗬，我就個訓練，嗬，冇辦法本身人上就音質就以後啊，所以呢戲用來冇順練練，我一定要加強。謝謝老師。係。10年加有這個別啦，哎呀，運氣的問題。保養哦。好，來看一下分數哈。陳立法嘅分數。好，我还嘟嘟房呢，停车场。謝謝老師。哎呀，嘟嘟好高啦，哦，啊，專心等喺上年保養好來，哦，希望下一擺成績個行下好啲喂。好，好嘛？阿姨加油哦！啊，安姐。好，拜拜。大家好，好，大家好，大家好，再見。他就只是要回去那裡，他就跟你再見。感覺當咗媒人婆喲。係要個拿錄音一條呢。司機呢？好嘞，殺下來。唐秀雄帶來平板。唐好啦。戀愛戀。你從咧散歌嘅自然嘅發音，後了了又從安呢嘅阿鳳歌講開了，有點問題。當然。轉換而已啊，識翻識判。起來，唔千萬人，兩種唔阿姨很會享受生活。最近有去哪裡啊？我上個月去埃及。埃及啊！能聽阿姨咩？沒有。你們去埃及呢？你們有揪團哦。今日來鬧熱大擂台係第二擺，上禮拜唱嘅係三個字，第二擺我愛唱嘅係平板，我都落下馬要加強，嗬，希望唱得好來過關。哎呀，秀雄姐你好，两位主持人美女去中間。
来压中间，压中间。哦，安尼。好，谢谢。天公较强啦，哎呀。啊，嘿啦，嘿啦，嘿啦。有样哦。阿姨很会享受生活。用你冲過去就像省費用誒，錯冇？因為旅遊啊、享受啊，錯冇？最近有去來啊？啊？最近有去來未啊？有啊，有沒有？去來聊啊？去哪聊？去來。我上個月去埃及。埃及啊！埃及。能去阿姨咩？能去阿姨咩？没有。你们去埃及呢？你们有揪团哦？没，应该是不同团。埃及全部都沙漠啊，那也蛮好搞。没很热，也有那个金字塔，金字塔还有很多神庙，还有雕像啊。哦，时尚哦，好命哦。那我也突然去。冇嘢友好哦，真的，人生之外呢，也多落的時間嚇，還唔可以行，還唔可以食，真的，哎，那一聊都那一聊，假咁正。真的，我咪同我媽媽你講啊，係啊，我講人還唔可以行，還唔可以食，要朋友要那要超講去那就去，所以前一波咩土耳其啊，也唔是煩惱，以前我去有，還會有人呢，我會走喎，講要啊，海軍都去人面濃哦，哎呦係啊，真係有。佢係視察座椅。佢咪去土耳其，我嚇到啊！我轉來前一日有冇？那個機場暴動爆炸嘛！哎呦！阿妹哦喲！大眾都接咗訊息，哎，好彩冇事情，冇事平安，好，謝謝。係來看一下呀，談一下欣賞貢品，好唔好？來，有請求下欣賞。從那平板哈，你還算固詞，三兩豬肉唔好三兩。你3兩變咗兩體咧，3兩豬肉，4兩鹽，好啲熬食方面，你聽一講是哈，你是熬食是冇標準哈，還有4兩鹽嘅時候，應該上都是辣辣，哈。3兩兩來煮那肉，4兩兩鹽啊。因為哦，你感覺咩？你希望乜個足，磨菜薑按鹹，鹹麼？你鹹麼？你按嘅陣腳是比較鹹磨沙下吧嗬，並且咚咚咚咚按嘅吞落兩份面嗬，係只言難合前言意嗬，做言難落你當到嗰兩隻裝飾音。哦，安尼千萬唔好兩隻裝飾音哦，就比較鹹嗬。潤腳咗鳳講嘅嗬，潤腳以後就你上音多少會辣音大邊，還有你唱中音按好，你後音就走出來。所以你潤種大音嘅時，安尼唱歌會唱高音衝得上去，大音安尼冇後音點出來，可以多練習安尼嗬，下回可能會有更加好嘅成績。好，繼續加油！謝謝。好，來看本書，來。唐書房嘅本書。好，我們不如同哥，認真衝上歌啊哈！再見哈，再見哈，我哋沙來。劍鋒帶來羅山歌。講啦哈。今本嘅挑戰羅山歌，我羅山歌吼咬死都5張，今日吼當緊張，希望觀眾朋友讓我加油哦！潮愛行，三步行唔通。
恋改恋，十七般难，他将来呀，谈后上嘿，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客家唔係緊張咧，嚇？當緊張咧？當緊張。係咪緊張啊？唔係啊，自己準啊，腳都較準啊。拜託，你上過那麼多大舞台了，緊張嘛嘅啦。係要喏。上過乜嘅睇舞台？田春義去過嚟咯。田春義去過咯。係啊。客家太極唔去去來嘅，好哦。還有乜嘅？係練膽量。練膽量啊，還有去哪裡練膽量？冇啊，是田春義啦，主動好 Q 呐。嗯。但主動好是田春義好，可以比啊。可以比啊。田春義會唔會驚嗎？田春義哦，有未驚？有未驚？啊，來到也有驚。冇啊。正常人都會緊張啦。沒有，我有試掉過了。那你認為他們是不正常咯？他們記得講吼，冇緊張便宜的啦。其實吼，全部會緊張啦。哦。只是緊張的程度不一樣而已啊。對不對？我有試掉過，試查過誒。迄假如講有去田春義咧，來老安尼來到鬧熱大的對海誒。我問說你去哪邊比較緊張？他們說來鬧熱最緊張。哦。他們因為天川是在外面露天的嘛，他們至少會覺得說，嗰種但蠻抖音體可以陪着他們一起唱歌。啊，唔過來到一個攝影棚，啊，面對攝影機，老眼的亮灑，還有評審現場，還有大家，他覺得人太少，唱起來會怕怕。哦，人少，哦，反而沒有那個氛圍。對。哎呦。所以每個人都想要當巨星。喺演邊安尼關係嘛？唔係啦，唔係嚇，唔係啦。現在會比賽是全部會緊張啦。啊，有啲會唱衰在安尼剛才講咧。係啊，可是真緊來兩片好緊張，真的。真緊。愛同你講，入機哦，翕出去啊嚇，翕出去啊！嘅全台灣人嘅看嘅一個節目，是係安用嘅啦，愛媽媽吼。唔單止台灣咧，還有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用我講啊，馬來西亞。還有台陸。愛燙到多人講啊！台陸幾片啊？唔就一張頁，本金50萬元，一張頁本金50萬元，其實所有的台灣電視都看得到。有。哦。客家人全部都看人家睇節目。愛媽媽吼，佢唔談唔是客家話吼，佢談到愛從來比賽吼，佢天時檔吼，佢會眾人來談，眾啊天窗嘅比賽吼，佢全談唔是，佢打錯到大下吼，佢打錯人談，按浪佢咪錯人談。你阿媽媽唔係客家人啊？我媽媽係泰雅族的。打雁，他不是客家人，對，你咩客家人？打雁啦。是你媽生，我唔記得了。是你媽生。好，來，談一下公平來。羅英老師，好阿鳳姐吼，你從你嘅山歌嘅自然嘅發音，吼聊聊又從安尼嘅阿鳳歌講開了，有點問題。所以兩屆就得交流一下。我講好了，但是這拗唔準。感覺安難。
真的懂难。客家话真紧懂难讲。不过这音频音那些转换而已啊，是翻是盘。黑啦，唔清歪啦，亮中不歪啦。冇啦，黑啦。音频转换。哎，你这个是跟小灯鼠比，是不是？他认为很简单啊。黑啦，这样比喻你比较听得懂啦哈，就係講，因為你係。畢竟吼，你唱歌嘅時間吼，唔係講唱開了下唔好彈唔錯，所以講嘅係潤味，用樣表態吼，本人彈起來比較舒服吼，就用樣板嘅腔調來唱。所以呢，因為你做台戲大部分係用自然來唱歌，所以呢。演變成你唱山歌嘅時間，大部分就用你係自然來唱。你係用現在唱你係自然腔，跟嘅腔吼就會攞去唱長來吼，因為你係講開了，我也係講開了，所以唔單止係你有你係問題，我咪有你係問題，唔過強下來克服佢，用辦來克服出現呢，你係連唱嘅字詞，你就係嚴動長咧，吼，而且攞佢嚴出來，你唱嘅些動詞然吼，就會唱。你講嘅一字形腔，吼，用hin就唔會有你係咬字嘅問題，吼，香港你係明顯嘅就係彈唔彈，吼，你係閉口。彈後生這是咬字基本的哈，所以你要去克服佢，冇講起來應該上癮當好。吼，香港呢應該潤味而表態到用扮呢，你自己也會去拿捏，就是你也會去拿捏這個韻味的表達，所以呢，這些都是可以去練習的。好，係講做得練習到很下好，吼，咬字咬長來，我相信你有動態嘅進步。另外呢，你要運氣嘅時間要運清楚來，吼，冇彈起來要運就唔運，吼，用音聽起來就有一點覺得不乾脆。香港我數每日嘅時間。音高的 pitch 要小心哈，因為跌下去有重轉來，好，用音你在初期的時候沒有問題，你從到爆木呢就會變成是一個被挑剔的缺點，好，不應該建議，是嗎？希望先生，好，安子先，我來看本書，給封一本書，就是一本。恭喜各位，恭喜！會做消息哈。來，介紹下味來。唐武將帶來開燈歌。來，彈過啦。我上回來唱山歌子，了回我唱開燈歌，我希望大家讓我鼓掌加油。開燈會開來嘿，嘿喲著燈幹那好哩嘿，燈光開燈來妙啊妙，剛剛嘿喲，月亮到晚那。總係難啊！嘿，阿江爸好，唔點解就一上嚟嘛？哎呦，真的。
大家所有都在想，哎呀，哦，上到人都特别欢喜。哎呀，拜来创又较无紧张，比上拜又搁较好哦。系啊系啊，一拜比一拜搁较进步呢。有样嘛？有哦，是梦呀。我个唱先生都点头了，系啊，有哦吼。佢对印象特别深，系啊。因为唱先生一般佢係非常嚴肅嘅人。做教狀嘅人，佢做唔得開玩笑啊！但是佢上擺專業哦，都是通到位時。就咁啊，就我愛樣講。唱教狀咧。彭先生今日來創業嘅開淡歌吼，基本上傳為相當嘅好。但是雖然也有發現到還是有多少嘅江山呐，多少嘅江潮。故所以。睇得出人嘅來創業嘅時節咧，生米嗬有多少安尼準嘅啦嗬。東海南啊，第二個部門假使係改善啲嗬，我知道彭先生來創業條開淡歌嘅所有嘅一個人嘅參節。基本上嚟講，係對於人家嚟講，從客家民謠嚟講，係一個相當一個有水準嘅一個部門啦嚇。不過，當然因為每個人嘅音調唔同啦，不同嚇。假使做得前後輩唱中係難，一個難事係做得唱歌音嘅話，更加嘅好啦。係像。下次嗬應該去讓殺法莫講長，我相信會較好。加油！謝謝。唱下咱演這幾張咯。賴老師幫我們講評。因為唱嘅嗬，唱一順啊，嚇，起碼我知道日上音樂就全部要發出來。好，但是呢家唱高中講嘅唔會正常，係你習慣啊，莫講上啊，嚇，一講啊落去啊，嗬。一緊張落去呢吼，因此個試驗啊，有時個最準備會應對哦。莫講音樂上，吼，所以你上一轉變，吼，加音樂就會當到比賽站嘅重要，就戲變到講無條韻，就強啊戲，所以你會變化，吼，所以你一點呢吼，啊，因為加上就加強句子呢話，我相信後尾成績會中央會越來越好啦，嚇。謝謝。好，安子姐，啊，你來看一下分數好嗎？彭武將嘅分數。冇問題。過關。恭喜！恭喜呀，過關啦哈，過關哈，安子姐哈，回做休息。好，今日有7位嘅參賽朋友，總共6位過關。一位就阿明哥哈，係先先簽詞淘汰啦哈。哎呀，到時讓先生討論嚟，看有辦法搬再轉來嘛，好嘛哈？係啊，恭喜大家哈，安子姐。好啦，今日安尼節目都要告一段落哈。係啊，我相信考創過嘅朋友未當到，積極來報名好嘛？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純正天花0227478231。好，等下到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要多謝4位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姐，謝謝。係，是夢長社長，是夢小跳。謝謝老師們，謝謝。好，同時大家忘唔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用下來，再見，拜拜。